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名人访谈成为了媒体界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些访谈不仅能够为公众提供深度的洞察，还能揭示明星背后的故事，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。今天，我们将带您进入一场特别的访谈，与著名导演李明（化名）进行深入对话，探讨他的创作过程和人生哲学。访谈前的准备。在进行访谈之前，记者小李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。他研究了李明的过去作品，分析了他的拍摄风格和主题，并对他过去的访谈进行了回顾，以确保能提出更具深度和针对性的问题。访谈开始。访谈当天，小李来到了李明位于城市中心的工作室。这是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空间，墙上悬挂住他过去作品的海报，桌上摆放住各种拍摄道具和灵感笔记。李明坐在沙发上，神情专注，对于即将开始的对话充满期待。小李首先提出了对李明作品风格的问题：李导，您在创作中经常融合现实与幻想的元素，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？李明微微一笑，回答道：其实这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。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故事的环境中，家里有很多书籍和电影。这让我意识到，现实生活并不仅仅是眼前所现，还包含了许多潜在的情感和想象。我喜欢用影像去探索那些无法言喻的感受，深入探讨创作灵感。随着访谈的深入，小李进一步询问了李明的创作灵感来源。在您看来，哪些因素最能激发您的创作灵感？李明的眼神变得坚定，他回答：生活本身是最大的灵感来源。无论是日常的小事，还是与朋友的深入对话，都是我创作的土壤。此外，我也会从其他艺术形式中寻找灵感，比如音乐、绘画等，这些都能引发我内心的共鸣。李明的这番话引发了小李的思考。他开始联想起李明过去的一些作品，其中不乏深刻的人性探讨和情感交织，这些都源于他对生活的敏感捕捉。谈及社会责任。访谈中，小李也试图触及一些更具争议性和深度的话题。他问道：作为一位名导演，您如何看待艺术家在社会中的责任？李明沉思片刻，认真地说：我认为艺术不仅仅是娱乐，它还承担住社会责任。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引发观众的思考，让人们对社会问题有更深的认识。每个艺术家都应该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，通过作品来推动社会进步。这番话无疑揭示了李明的理想主义与社会责任感，也让小李对这位导演有了更深的认识。个人生活的揭示。随着访谈的深入，小李也试图了解李明的个人生活。他问道：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之中，您是如何找到平衡的？李明露出了温暖的笑容，他回答：平衡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会抽出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，这让我能够放松和充电。此外，我也喜欢读书和旅行，这些都是我获得灵感和能量的方式。他提到，创作过程中常常需要面对压力，但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和积极的生活态度，是他克服挑战的关键。这番话让小李对名人的生活有了更为真实的认识，不再是舞台上的光鲜亮丽，而是有助生活的艰辛和努力。对未来的展望。在访谈的尾声，小李询问了李明对未来的计划：李导，您未来有什么新的计划或目标吗？李明眼中闪烁住光芒，他表示：我正在策划一部新的电影，这次我想更深入地探讨人性与道德的交织。我希望能够在影片中引发观众对生活的思考，同时也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激发更多年轻人的创作灵感。访谈结束的反思。随着访谈的结束，小李感到十分充实。
他不仅了解了李明的创作理念，也感受到这位导演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社会的关怀。这场对话让他明白，名人背后的故事往往更具深度，真正的魅力在于他们如何用作品影响世界。在名人访谈中，我们看到了明星光环背后的人性与故事，这不仅让公众感受到名人的真实一面，也让人们更能理解他们的选择和努力。对于小李而言，这场访谈不仅是一个专业的过程，更是一次心灵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。这正是名人访谈的魅力所在。